淨係個平台都大過人哋成個單位，葵昌中心呢個雙平台極品單位係咪心喐喐呢？ Hello， 我係裕隆地產 Sandy， 今日帶大家開箱葵昌中心，外面有拉閘，入邊配埋質感十足嘅雙玻璃門出入，第一印象已經好掂啊！喺呢個建築面積2109尺嘅主要 area 行個大圈，空間感真係超強，天花一早整好咗超靚嘅燈槽，而且冷氣機都全部裝好晒，即租即用，完全冇壓力，配埋呢一大排嘅大窗，採光充足，成個感覺即刻升級咗啊！配套方面更加係天花板級數，單位入邊有2個獨立洗手間，人多開工都完全唔使爭。旁邊仲有一個專屬茶水間俾你自由發揮。最震撼、最有料到嘅重頭戲嚟啦！呢個擁有咗超闊落嘅大平台，睇下空間大到可以做 outdoor 活動或者超下放鬆。最癲嘅係對面仲有一個平台，係非常之罕有嘅超特色雙平台單位。呢個2000幾尺加埋1000幾尺嘅雙平台專屬天地，月租只係4萬蚊，同時放售1012萬。有興趣快啲聯絡我哋睇樓啦，拜拜。